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去予市民罢免的韩国瑜，在今日下晡伫面前表示尊重民意，未提起罢免无效的诉讼。美军的运输机甲中国战机在今日拢经过台湾领空，国防部表示一切拢在掌握当中。 有关台北者伫南北韩的边境发宣传单，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也甲南北韩高通的电话线切断，表达伊的不满。去予市民罢免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在今仔日主持伊最后一摆的市政会议，而且伫会后也甲局处首长做会协商。外界也伫咧要讲韩国瑜敢会提起罢免无效的诉讼呢？不过伫下晡在 EFS 顶头表示尊重人民的意志，袂提起任何的诉讼。 笑不出来啊！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市府首长做伙协商，阁会记咧笑开一个，化解要离开真唔甘的气氛。初九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尾一届主持市政会议，有真侪支持者来现场，大家情绪拢真激动，表示支持。协商迄了后，韩国瑜嘛感性发言，来讲家己的政绩，而且爱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市长被罢免。 议长为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忧愁高雄的未来，选择了他悲愤的一条路。台湾民主史上没有这种事情，所以高雄市民朋友这几天心情非常的忧伤，甚至不安、难过等等。我希望所有高雄市民朋友能够把心平静下来。 若是伫咧确定去互罢免了后，外界嘛拢要讲韩国瑜敢是会提出罢免无效的诉讼。韩国瑜是透过人面册表示会暂时休困，针对各种团员，佮一解强调讲，一切拢无伫咧我的规划内底，会尊重人民的意志，袂提出任何的诉讼。尊重人民的选择，哈，所以他并不会去提出任何的诉讼，好，那么也希望这个社会的伤痕或者是对立可以尽快的弭平。 伫咧高雄市议会在去各党团协商的时阵，传出国民党团决议会议要提早到7月7日结束。代理市长无需要去议会备询，虽望落尾无立即去协商的议程，不过互在野党的议员听了感觉讲是真无应该。我会认为接下来的议程还是应该要照着走，我们代表市民来行使这个监督市府的权责。如果以这样来背阁来做这样的一个缓扑，让指派的市长没办法做。 报告这3个月的代理期间，我讲这个是不应该。无得确实感受到真大压力，国民党团落尾无提出，议程也是照常进行，而且决议对甲聘用柯坤元做高雄市议会营务议长来表示悼念。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去予民众罢免了后，什么人未来要来代理着高雄市长加补选这个位置呢？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接受电台访问的时阵，强调高雄市民所期待的是赶紧有一个新市长。要呢，国民党内什么人被派上出来，是有人希望讲会当找在地人出来拼。一年的变化实在是。 那像是海波浪同款。用海波浪形容这1年半的高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真感叹。伫高雄市长韩国瑜奉高票罢免了后，刷来的是高雄市长的代理，也有补选。接受广播节目访问的伊认为，高雄市民期待的是赶紧有一个新市长。罢免结束完。 然后又马上提诉讼，然后又拖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啦，我觉得这其实高雄市民会反弹，对市民是期待说赶快有一个新市长，然后这个城市重新开机就往前再走嘛。初九下晡，韩国瑜确定无要提出诉讼，中选会按算6月12日公告解职，行政院嘛会共这个时阵公告代理人选。要伫2018年选举败给韩国瑜的陈其迈，这回真有可能是行政院指派代理市长的人选之一，嘛有真大的机会代表民进党投入去补选，但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是无要讲。基于对高雄市民希望市政能够不要有空窗，并且继续运作的期待。 以及补选的需要，行政院会让市长不担任代理的市长人选不空白的立刻宣布。高雄市长补选爱伫3个月之内完成，国民党要派送出来选。
敢若各地找有人点名争新北市长朱立伦，但是户口无落伫高雄，经立法院长王金平敢会有这个意愿？我哪可能退休了就退休了？从长久来讲，国民党是不是应该在高雄在地培养更多的年轻的一辈，让在地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发展的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对国民党来讲，现阶段上需要的是团结。党内嘛定调，希望找在地的人才，年岁大约40岁左右。若是补选这届无法度成功，嘛爱看未来，毕竟也是要有亲近高雄的准备。记者郭灿台北有综合报道。美军有一台 C-40A 的运输机，车到对日本的沖縄起飞，有经过台湾的西部领空。国防部强调，美军有照停时完成申请。不过，中国煞伫刚刚派几落台战斗机飞伫到咱台湾的西南部天顶，国军除了甲因警告以外，也随甲因驱离。中共军机搁再侵扰台湾，国防部第一时间主动公布侦查到中共苏凯30战机真侪架次早起底将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国军除了公布警告以外，空中精神战机也全程掌握，赶紧甲中共军机驱离。不过，安怎选伫这时间点出现？学者分析，甲美军 C-40A 运输机，同一天经过咱国西部领空飞行，经过台海有密切关系。中国的不管歼16或是苏30系列的战机，在进行所谓远海长训的时候，通常会伴随着电侦机，很可能共军是由南部战区的广东湛江跟湖南的长沙派遣出来的苏30战机。苏指挥讲，苏凯30战机有远航能力。中共采取做架次，也就是接力出击，推测毋是执行一般航运任务，而是监视美军机的突发性任务，而且一路低调的飞往南海，由美军 C-40A 运输机早起对沖縄287起飞，飞过贵人顶面，沿着台湾西海岸飞行，经过桃园、新竹、台中，最后才对台南外海离开台湾，飞往南海。美国甲中共军机拢出现在台海，国防部无愿意证实两者是毋是关联性。不过强调，美国军机按停时完成申请，进入单方空域。有关台海周边海空域的状况，国防部全程掌握。目前状况都是正常。那通常这种航空器，它预知前方有这种大型的云雨的时候，它可能会避让，也就是避开可能的乱流。所以应该是向台湾的，就是台北飞航情报区 FIR 申请进入我们领空。这样的航路，当然对于说中国来讲，它可能会比较敏感。苏指挥认为，美军 C-40A 运输机可能在有重要物资也是人员要去越南这东南亚国家，这摆无降停台湾。不过，过去美国参议员访问台湾时，定那坐 C-40的专机降落上山机场，美军专机也不伫上山加油，也是补给。104年4月，2架美军 F-18战机因为机械故障降落台南机场，被引发真大的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初九宣布讲，会在8月30到9月初5这段期间访问台湾。若准是顺利，会变作是有史以来捷克上悬官位官员来台湾访问。外交部也表示欢迎，也期待两个国家会当有合作。外交部我们对此表达诚挚的欢迎，我们也将跟立法院妥为协调准备，来提供维特奇参议院议长他们一行所来到访问的各项的协助。这回现任的议长维特奇来台湾要拜访，这也代表着捷克和欧洲的对台关系。外交部表示，维特奇是受到立法院长游锡堃的邀请来台湾访问，也会深化两个国家的关系。在今仔日是6月初9，也就是香港反送中满1年的日子。不过，日前中国煞要决定香港版本的国安法，引起香港人的不满。在台湾的公民团体甲香港人宣布讲，6月13要举办暗会，呼吁关心香港的民众做伙来参与，也搁再呼吁蔡政府就要出手来协助香港人。反送中运动满1年，香港的局势说因为港版国安法通过，转变更较简单。台湾公民团体甲伫咧台湾香港人，初九伫咧总统府头前举办记者会，宣告法期控制还未煞，台港同行613暗会，号召台湾民众6月13就加入支持。香港是属于香港人的香港，为此我们誓言抵抗，但是抵抗帝国的工作，我们不可能独自完成。
因应香港的局势，蔡英文总统近日嘛宣布，由行政院组织专案小组以港澳条例第18条订定香港人道救援行动方案，会提供香港人居留安置甲照顾。公民团体嘛提出民间版的草案，呼吁完善庇护香港人的机制。若是伫咧香港，为着纪念反送中周年，民众就伫咧湾仔中环等7个区的广场电视飘语、画口号甲唱歌，提醒香港人毋通甲即天放袂记。民间人权阵线嘛发表声明，宣布会继续筹办7一游行，明年召集人严主计是呼吁伫咧6月15反送中运动头一个牺牲者牛连杰过身1周年的時陣，大家會當穿烏衫嚟悼念。如果喺呢一場運動裏邊真真正正有一個領袖嘅話，佢唔會係我哋嘅立法會議員，亦都唔會係民陣嘅正召集人、副召集人，而係梁凌傑先生。民主派是召開記者會，表示會喺下個月舉辦公民投票，選出民主派代表參加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以超過35個做目標，希望爭取超過一半的席次。但係我哋仍然認為，我哋需要俾香港人有機會通過呢一次公民投票嘅程序。毋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向問到反送中1周年的問題時陣，敢若簡單表示，香港過去1年經過真濟困難，每一個人都應該會記得假使。就係香港係承受唔起呢啲亂局，香港市民係希望有一個穩定安寧嘅環境。針對港版國安法，伊嘛凊彩甲準過，指出立法是重要的職權，無法度要到條文的內容。記者綜合報道。香港藝人何韻詩去年來台灣參加台港大遊行的時陣，說去互統促黨的柯志偉等人解破暗殺。北檢在今仔日依照公然侮辱強制定罪，對柯志偉等11名嫌犯提起公訴。檢方對查到到地，唔那何韻詩，連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也是準備要解破暗殺的對象。台灣去年發起929台港大遊行，成為香港反送中運動。香港藝人何韻詩當時來台灣支援活動，不過在接受訪問時，互人破暗殺。警方當場甲當手的統促黨主將黨部營路主委柯志偉，也有台電島鄉前文化促進會理事牛太虎這人，甲因抓起來。過了1年，檢方查到依照公然侮辱、妨害自由、藉誘發這罪嫌，對柯志偉、牛太虎這11名成員提起公訴。而其他的罪嫌是得到無起訴處分。胡姓被告等11人以強暴方法妨害合法舉行集會遊行，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之後提起公訴。檢方調查發現柯志偉這人不滿當時反送中運動的理念和訴求，就知影何韻詩甲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可能受邀請來台灣，就決定7月來犯案。而且分工真詳細，想要用破殺甲氣噴這方式表達不滿。不過柯志偉講全部是伊一人規劃甲指示的。當天早上他們才知道要幹什麼。所以說，這也不是說大家一起討論來規劃這些事情，而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想法。當然，這個行為是不對的哈。那我也願意說，知道這個行為是不錯，也是錯誤的，我也願意接受到法律的制裁。柯志偉講，對着伊的激情行為，關於向何韻詩下失禮。伊也強調，案情即陣已完在起訴階段，等到司法判決了後，會接受一切法律制裁。記者綜合報道。國泰航空在今日開盤之前，強宣布暫時停牌，雖有風聲講要進行資本重組。香港政府在今日下晡也召開記者會，宣布要用金錢援助國泰航空，也會派2名觀察員入去國泰董事會。有專家表示講，因為受到反送中，再再加上疫情影響，已經嚴重影響到國泰航空的生意啊。香港國泰航空初到早起向宣布，公司股份暫時停止交易，引發市場真濟猜測。港府財政司在下晡召開記者會，講要對國泰航空提供包含78億港票的過渡性貸款。另外，由國泰航空向港府發行優先股，讓港府以195億港票來認買。未來港府會正式國泰航空第4大股東。特區政府決定透過土地基金投資國泰航空，呢一項投資並不意味住政府入主國泰。為咗保障政府嘅投資權益，我將會委派2名觀察員列席佢嘅董事會。港府強調，這擺協助國泰航空主要目的唔是隶屬國泰航空，而是因為國泰航空是香港上大航空集團，對香港維持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非常重要。國泰航空公司也透過視訊記者會，感謝港府幫助公司面對這項史無前例危機。不過，估計航空業要到2023年才法度恢復到疫情之前的載客率，所以愛是實施第2波的特別休假。
Today, we have announced a new round of executive cuts and a second voluntary special leave scheme for our employees. We're very grateful to our staff for the exceptional support they showed for our first special leave scheme, and we're sorry to have to ask them to do more during these exceptionally challenging times.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2月了后，国泰航空客货运大减，2月客运量比去年同期减少5成，3月衰退到9成，4月员工无航班，客运比去年同期减少1半。去年的这个反送中，那严重的使它的商务、观光、shopping 整个的重跌了70%-80%，再加上这个疫情，等于中转客的人都几乎没有了，全部停滞。航空界人士分析，其实去年下半年反送中示威活动不断，已经让国泰航空元气大伤。这阵新冠疫情更加大受影响，这摆港府出手相助，虽然只是派出观察员进入董事会，不过未来是不是第4大股东身份，来影响国泰航空决策，值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行政院所推出的振兴3倍券，目前的使用范围也等咧讨论。若准有线顶立钱实体消费的，就当使用；也若社会福利团体等所经营的电商平台，目前也等咧规划当中。不过 Uber 计程车所登记的，唔是计程车业，恐怕是袂当使用3倍券。1000变3000的3倍券，7月1号预购绑定，7月15号买起来。3倍券安怎用？经济部长陈延丁迄影片来说明各白大厦的价格优待，而且对网络面顶有网友话讲要用1450块来收购，伊讲专卖袂好，起来消费是更较好用。3000电信卡，不要让他们的3倍券被人家用低信营收，安尼会了起，哪像防诈骗。毋过，即届3倍券会当使用的名单，确定百度电商引起争议。毋过，行政院进前确定，若是线顶付钱实体消费，会当来入去适用的白名单内底，目前暂定艺文、运动、旅游产业。另外，经济部最近研议来入去社福、身心障碍等等的公益团体，包括是汉乐、新路旗下所经营电商等等，嘛来入去会当适用的名单内底。像我们在东部、花莲、台东都没有设点，那很多这个地方的朋友也很想要帮助我们，然后来做公益消费。另外，真侪民众坐客电车惯习利用 App 伫网络叫车，虽讲讲是线顶白带，毋过嘛是进行3倍券适用的产业之一。请问是轿车的吗？不离个客电车派遣产业协会表示，可能敢若有合法的客电车业适用，若是 Uber 税级登记是电商，可能无法度做回使用。因为他们是没有申请计程车轿车平台的执照来，请他赶快申请合法的计程车客运服务业嘛，那就是在计程车上的。经济部强调讲，通好使用的名单到底会包括倒一寡产业，抑搁伫咧下部会讨论当中，还未确定。但是线顶付钱实体消费的大原则是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有国际人力资源业者公布今年第3季国内7大产业的就业展望调查，发现受到疫情影响，真侪业者要请人的信心有较弱。不过，凭其他国家的表现相对有较强。在国内产业内面，特别是起厝的欠工上严重，是因为爱找一寡会晓顶帮无做拖水的本地劳工是找无，外籍移工却受到疫情管控，无倒入来。最近电视剧当咧做做工的人，描述台湾工人的生活，粗重、垃圾、工课阁真辛苦，是大多数的人对工程建设行业刻板的印象。即卖少年人早就无愿意做这道，包括台湾土木、营造工程产业，长久以来一直有欠工的问题。会面临到风吹日晒雨淋，还有高空作业的一个需求，相对危险性比较高，所以有些人的就这一块的从事意愿就会相对比较低。缺工的问题如果持续的发生的话，就整个工程的一个执行的进度一定是会最受到显著的一个影响。根据国际人力资源业者第3季就业展望调查发现，工程建设业是全台湾7大产业当中就业展望净值上悬的，有24%。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这季减负14%，而且欠工的问题真大。亲像是做房务的、拔钢筋的、甲抹红毛头的，敢若剩老师傅，全城出现短暂。若照进前的例，业者是会引进外劳来斗骹手，不过却拄到疫情爆发，因为安尼边境受到管制。
政府的所谓的大型的基础建设，那我想这个是持续不断在推展的。台商的回流，那目前很多都还在这个扩厂，造成台湾的缺工率非常的明显。那非常依赖于引进其他东南亚或者其他地区的这些劳动力，造成台湾的缺工非常明显。国内7大产业第3季就业展目前大的表现，包括金融保险、甲不动产产业、制造业，还有大卖小卖，拢维持正成长。独独休闲产旅业前段是呈现负成长，是负20%。也若人力资源业者表示，受到各国锁国防疫的影响，地区观光产业冻点，无薪假加上减班休困，业者引人的信心是降到2011年以来上低。不过，政府推出刺激类似的方案。按算景气要复苏，恐惊要等到年底，甚至是明年第1季。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跋一刀捡到一只金鸡母，因为疫情关系，咱拢真接洗手，也阁挂嘴暗，连带也抵引着咱国人的健康。亲像流行病啦，这款类流感等啊病毒，天9热，拢比旧年较少人去治疗病。本地伫6月就开始探病等啊病毒，煞到今也未出现，也打破这10年来纪录。挂嘴暗、食洗手，民众若是去人真济所在，拢会记得保持社交距离。过去5个月，因为防疫意识，大家拢记条条，嘛连带互国内真济项传染病疫情降低真济。根据疾管署的监测，顶礼拜国内流感的就诊人数比去年同期降低71.1%。英国5月份就进入流行期的长病毒，今年到第23周就诊人数干那1360人，比去年同期的11497人数减88.2%。这嘛是10年以来头一届6月份个未看到长病毒流行的状况。每一年都是5、6月是到高峰啊，那放暑假自然大概也不会有流行的机会。然后如果大家还是持续的戴口罩的话，那应该也不会有流行。若是其他呼吸道的传染病，像讲侵袭性的肺炎链球菌、麻啊、百日扫、德国麻的确诊病例，拢比去年同期降低39%至100%。尤其春天是各国麻的流行季，出现降低其实是真无简单。另外，像讲日本农业、用汤病、境外1日天9热，本土天9热的确诊病例，嘛拢比去年同期降低。毋过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所增加，今年已经有5例，是20年以来上侪。汉他病毒出血热的话呢，传染的途径是最主要还是吸入这个鼠类的分泌物，那包括像尿液、粪便或唾液。感染汉他病毒之后的典型症状，其实也是会有发烧的这个情形。那另外就是因为有出血热这个名字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就是它其实是会有造成这个血小板下降，然后会有出血的这个状况。若是最近国内武汉肺炎也是继续维持无人确诊，累计443例确诊，目前有5个人伫咧病院住院治疗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有一群人是脱离北韩走到南韩，合作脱北者。因在南北韩的边境发反对北韩的宣传单，所引起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的不满，甲南北韩沟通的电话线切断。在今仔日，北韩搁再放调讲，自中昼开始，两边的通信管道总被切断。北韩大学生8月大化口号，行上平壤的街路示威，抗议南韩脱北者在边界空飘传单的特异行为。接受访问的学生，大概是讲甲真激动生气。 고마운 사회주의들의 대단한 것도 모자라 우리의 차고 전까지 훔치는 미친 아이들은 이런 진심 우리들이 지구상 그 어디에 또 있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저는 위대한 김정은 시대의 청년 대학생으로서 남선 현당장을 비롯한 모든 적대 세력에게 지금이라도 당장 달려나가 독수의 철출을 안기고 싶습니다. 礼拜六，另外一个北韩劳动党青年团成员在平壤集会，相关对脱北者行为大骂。 자기를 키워주고 내세워준 어머니 조국을 배반한 천하의 욕정머리 인간 쓰레기들인 탈북자 놈들이 우리의 분계 연손까지 기어나와 감히 최고 저름을 묻어가면서 사랑하는 우리 조국 조선민주주의 및 공화국을 묻어겠다는 이 사실은 치솟는 분노를 금할 수 없게 만듭니다. 北韩这动作一直相关，甲南韩对立，全部因为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顶礼拜跳出来严厉谴责南韩，若是不爱阻止脱北者在边界宣布传单，会甲两韩的联络办公室关起来，并且废除两韩军事协议。两韩即阵透过设伫开城的联络办公室，每天例行2摆的电话热线，拜真正有登去。而且到北韩官方媒体搁再宣布，对中昼12点开始切断南北韩中间所有通信管道，对南韩工作
转做是对敌工作，包括联络办公室、南北韩军方通信、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部甲南韩青瓦台的热线等，拢会全部关起来。北韩甚至讲双方已经无必要进行面对面谈判。分析认为，金武正提这散布团队的小事开刀，切断两韩通信，恐惊只是更加大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制造危机，加速以后谈判条件。也可能是转移振兴经济最无好的焦点，而是毋是就此展现这般企图，也引发外界猜测。记者综合报道。甲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吹死的美国白人警察，在这个月初8去互用到二级谋杀的罪名进行死刑出庭，而且也互设一个大约代票3700万的保释金。另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初8也带领着民主党的议员单脚跪落去8分钟外击鼓，这表示讲要对弗洛伊德哀悼。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是针对案件一再替警察辩护。用脚头有底暗棍抵诉弗洛伊德断开死去44岁前白人警员德瑞克·舒凡，伫咧封关后要2礼拜了后，初8穿犯人衫挂嘴暗，以死刑的方式出现伫咧明尼苏达州亨内宾郡法庭。舒凡真正罪名由3级谋杀方升关做2级谋杀，另外还有2级非义谋杀人罪，会面对徒刑40天。初8伫咧法院外口有声援弗洛伊德的民众。根据初8亨内宾郡地方法院释放了，法官开出100万美金的保释金，不过舒凡必须接受各项的许可证交出来，无伫咧法律也是安全部门做工课，嘛袂当甲死者的家属联络等等的条件，才有资格得到更较低的保释金。另外，法院嘛开出125万美金，超是3715万新台票的无条件保释金。舒凡伫咧15分钟的听证会拢无讲话，律师嘛无对保释金提出其他意见，后盖出庭的日子定伫咧6月29。另外一方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初8带领20外个民主党共党的议员，伫咧国会大厦游客中心，一脚跪入去8分46秒，这嘛是弗洛伊德去互底阿妈棍死去的时间，趁这机会表达哀悼。今年80岁佩洛西，佮伫咧默哀仪式结束了后，险啊爬袂起来。You see how long it was to have that knee on his neck. 伫咧默哀仪式结束了后，佩洛西出来公布警务正义法案，重点伫咧全面改革美国警察执法文化，具体规范包括禁止吹纳后，而且嘛建立全国警察不当行为登记名单，嘛甲施行登记做联邦受分犯罪。嘛，互相关单位会当针对染上用武力案件开始更较深入的独立调查，而且伫咧全美国拢要求改善，或者是取消对警察部门资金的声音愈来愈悬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初8强调讲，99.9%的拢是好警察。Sometimes you'll see some horrible things like we witnessed recently, but 99, I say 99.9, but let's go with 99% of them are great, great people. 不过，弗洛伊德案件发生地明尼苏达州的法官已经下令本州的警员伫咧执法的时阵禁止使用吹纳后等等的激烈手段，希望会当防止后一个弗洛伊德的悲剧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全世界疫情是继续伫咧严重，截至新增加的病例就136000人，是目前上届严重纪录。虽然讲美国纽约已经解封啊，不过也因为弗洛伊德事件证人出外抗争，一定会接触到美国的确诊病例也搁再增加的趋势。纽约市初8开始第一阶段的重新启动，点头开门做生意。即天离第一件确诊病例出现的迄天，拄好是100天。Are you kidding me, man? This is the best feeling in the world. We'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for so long. Absolutely. I tell you, we're back to doing some business. 虽讲真欢喜，不过小店家对未来无确定性，也是感觉真操烦。Main business we have is with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I don't know how they're going to bring so many people into those huge office buildings. 纽约市已经达到7项复工的标准，建筑业、制造业甲小卖业会当开店做生意啊，超有40万人重新登记做工课。纽约是美国疫情上严重的城市，800万的市民，超过20万人致病，超有22000个人死亡。即马复工，大众运输系统嘛加强防疫措施。Cleaning, disinfecting as much as possible. Everyone has to wear a mask.
It's absolutely required, no exceptions. 根据纽约市长毕书豪的资料，美国疫情上严重的纽约市，这被新增加检疫是阳性患者的比例较上低纪录3%，比福冈标准的15%是搁较低。不过因为弗洛伊德事件，过去2礼拜全美各地发生示威抗议所造成的群聚，嘛变做防疫潜在的威胁。目前有22州新增加确诊数量有增加的趋势，20州的病例减少，8州是无改变。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是表示，全世界疫情是伫咧恶化当中。Almost 7 million cases of COVID-19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and almost 400,000 deaths.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is improving, globally it's worsening. More than 100,000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on 9 of the past 10 days. Yesterday, more than 136 cases were reported, the most in a single day so far. 谭德赛表示，疫情当回国家目前上大威胁就是上过头轻松放任，全世界多数人也是真简单地去用感染。疫情发展到近6个月，任何一个国家拢还未到会当放任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全世界武汉肺炎死亡病例排第2的英国，对这礼拜才要开始执行出入境的管制，加在家隔离的检疫措施。不过有一寡民众认为讲，这一切拢伤过慢，要航空业准备要向政府讨公道。英国政府上新推出的入境管制措施，主要是针对所有入境的旅客，伫咧入境进前，要以书面的方式交代详细的接触史、旅游史，甲14天居家隔离期间联络的方式，包括住址甲电话等等。若有违反规定的人，会罚罚款处分。Anyone breaking their 14-day quarantine could face a penalty of £1,000, and that will be a fixed penalty notice. And ultimately, that could also go into potential prosecution and an unlimited fine for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se sanctions. 不过，这项禁令嘛，得出袂少额外的情形，比如讲，医护人员甲卡车司机都无受到禁令的约束。也若英国所属的苏格兰、威尔斯甲北爱尔兰，当地的居民是属于额外的范围。英国官员表示，目前第一波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因为安尼，就要透过入境的管制来阻挡境外移入的病例，嘛预防第2波疫情来发生。不过，进前全球疫情紧张的时阵，已经算是真严重的航空业甲旅游业。原本希望讲，伫咧7、8月旅游大月的进前，防疫措施会当放量，豆豆恢复营运。不过，即马政府阁要推出入境检疫甲隔离，真侪业者是感觉真生气，而且无排除要去法院告政府。It's going to destroy millions of jobs in hotels, guest houses, tourist attrac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during the peak months of July and August. So it's not only irrational, unimplementable, but it's entirely disproportionate to any effect it's going to have on the spread of COVID-19.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景气歹，国营事业变甲真侪人去考。不过高雄地检署就抓到一定专门替人考试的人，这阵人所赚的乌金钱大约5300外万。要若找人来帮忙考试的人，这个饭碗敢芳会掉咧，就还交予国营事业单位来做判断啦。检验速度主嫌大的所在，找出翕相机甲各种影印的字体，这就是要甲应考生甲清手的相片合成了后，模仿证件来骗监考人员。而这尔高工，就是因为要作弊来代替因考国营事业，而且要收集的时阵搁分数证甲数倍。国营事业考试第一试笔试前，分别出面向各考生或其家属收取10万元至45万元，于录取后另行交付尾款40万元至150万元不等。检调调查，这5个主嫌任职伫咧中油公司，看到当年报名考试的人数拢超过万人，认为讲有利头糖厂，所来招外人找台清高等等的高材生代替考国营事业，前后总共考29摆，非法赚到5358万，有考生真辛苦的准备考试，看到这种代替考试的集团嘛，拢感觉无遐多接受。他没有想到以后啊，他可能会在受训期间就被刷掉了。检方表示，违法考调的中油有3个，中钢、台湾分州、中华电信都有2个，还有代替考调竞专的，即马代志标出来啊，因的工会可能就无法度继续做啊。如果说在起诉书上已经确认这些人员已经承认这些事实的话呢，那么应该可以依公司规定解除这个劳动契约。中钢嘛表示，108年考调的这2个同仁会停止因的劳动契约。
讲是要甲薪水所得讨回来，也搁伫咧讨论。毋过即两个人等于讲是开正百万，还搁有工课双头空，即马可能是后悔价。记者综合报道。不满日本的石垣市议会提起要甲钓鱼台换名的提案，钓民间团体在今透早去到日本交流协会抗议，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无道理，真侵犯到台湾的主权。渔民也烦恼讲未来渔权会受到影响，外交部也对此表达谴责。保护渔权，保护渔权，保障主权，保障主权。真侪警察甲日本交流协会包围起来，都惊发生冲突。保钓团体抗议日本石垣市议会，趁两岸矛盾甲疫情还阁咧滚价的时阵，单方面提出要甲钓鱼台改做中央城站国的提案，而且按算2日议会处理，这根本就是咧抢火烧。包括驱赶我们的渔民，包括改名，像今天一样就改名、命名，另外命名。修改教科书，他们做这些事是一个强盗的行为。保钓团体发起抗议的活动，包括下调联合会、劳动党、甲左翼联盟等统派的团体嘛加入，也阁有人直接举5星旗咧发抗议。不过，日本交流协会并无派代表出来接受抗议书，保钓团体伫咧现场直接甲抗议书掠互破，因为这毋是主权之争，渔民嘛真烦恼讲渔权会受到限制，生活会受到冲击。渔民认为讲，乌克兰石垣市甲宜兰苏澳原本就是姊妹市，日本即马无代无志来起诉，呼吁政府爱出面表态来保卫主权。主权来先弄了之后，是不是再来就是权利是他的，就是表示了他200经济海域是属于他们的。改了之后几年之后，渔权是不是会压缩了啊？政府要提出反对的意见啦，不然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外交部嘛，甲日本这边表达严正的抗议，强调主权无变的立场。不过，根据日本 NHK 报道指出，这项改名的议案，初稿已经伫石垣市议会提出，按算11日讨论，2日会进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初稿去到台中甲新竹，参访负责研发武汉疫苗疫苗的生技公司。伊表示，台湾伫防疫成功了后，也真拍拼伫咧做纾困加振兴，就爱等候疫苗出来，才会当互民众更较安全。伫国光生技董事长詹启贤的陪同下，行政院长苏贞昌入去厂区参观武汉肺炎疫苗的实验室。苏贞昌强调，台湾防疫成功，不过疫苗一定爱真紧研发成功，全民才感觉更加安心。我们防疫成功了，纾困振兴都很努力在做，但疫苗出来才能让全民安全。苏贞昌初到率领行政院团队到台中甲新竹参访负责研发肺炎疫苗的生技公司，但市长特别强调，为了缩短研发时程，这项研发程序必须爱同时间进行，也增加失败风险。其实，在重叠之中，我们的厂商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并不是每一步都会成功。可是时间本来是拉开下，把它挤在一起，那万一有一个步骤失败，那这些投资都拢浪费掉啊。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表示，政府建议透过奖励甲补助方式来降低厂商疫苗研发过程中的损失。不过，也希望透过无同厂商合作，加速疫苗研发。国光生技是表示，武汉肺炎疫苗上近8个将进行人体试验。候选的疫苗现在已经完成，就是体外的实验，然后现在正在做 GMP 的生产。然后也做动物毒理实验。那当这些资讯收集完成之后，送给这个卫福部的医药管理局，他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第1期的人体实验。苏贞昌强调，台湾真无简单，才拄通过4个检复期的考验，无本土病例，所以政府宣布边境风险严格管制，过来放松。所以若是要举办任何活动，拢有责任做好防疫相关工作。相信伫台湾防疫成功了后，疫苗方面也成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积电举行股东会，也因为在今年5月，台积电宣布讲要去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投资，佮再加上美中关系恶化，特别是美国要断中国华为生路，台积电的营收敢会受到冲击呢？大家也真关心。台积电股东会初稿举行，虽然今年拄着武汉肺炎的疫情，不过是无影响到台积电的营运。今年营运有成长，按算会发股利至少10块。不过美中的关系继续伫咧恶化，难免外界会烦恼华为的禁令，敢会对台积电的营收造成冲击。尽管面临国际间贸易紧张
局势所带来业务上的逆风，台积公司的营收依旧连续10年创下纪录。我想大家放心，这出戏还没演完，还会继续，所以我们会找出方法来。股东会了后的记者会，访问到去美国设厂的决定，敢是符合公司的利益？针对这点，董事长刘德英表示，绝对有符合，目前还未定案。那定案了后，会阁甲大家报告未来的计划。我们还在等一些美国法规在众院和参院的同意，所以这要 take 一点时间。刘德英表示，虽然目前亚利桑那州已经有完整的产业链，大家店嘛真欢喜会当甲台湾的产业拓去新的领域发展。不过，只要台湾伫政治的状况稳准之下，大家店绝对是会伫台湾好好啊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世界银行伫初八对外表示讲，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的经济产出有可能会落5.2%，这是自从世界大战以来上界严重衰退，而且有超过90成国家拢开始经济变歹，这是150年来影响范围上界跨一摆。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世界银行表示，2020全球的经济体按算会萎缩5.2%，超过90成的国家经济受到影响，是从1870年以来影响范围上宽的一届衰退。世界银行初八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0年欧元区的经济体会萎缩9.1%，也若美国甲日本是会萎缩6.1%。另外，中国是少数成长的国家，按算会成长1%，不过这也是创下40年来上低的纪录。也若新兴市场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是预测的萎缩2.5%。第四者的国家100多万的人口，恐惊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报告嘛补充，世界的经济也是有所谓的下行风险，代表有可能会阁进一步调降数据。若是疫情大流行的时间，比原本按算的还阁较久。世界银行估算，伫咧上歹的情形之下，全球经济体恐惊会萎缩8%。伫咧近代，全球经济衰退上严重的是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根据世界银行1930年到1932年的统计，全球经济体萎缩14.5%。也若2战了后的1945年到1946年是萎缩13.8%。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也予一寡农场的生意落袂到7-8成。农委会也打算伫6月的后半个月，要推出农业旅游振兴券，只要是台湾民众，每一个人拢会当领250块的电子抵用券。疫情的期间，民众减少出门活动，嘛互休闲农场的生意受到冲击，有农场的营收甚至落7-8成。农委会除了提供业者纾困贷款等等的补贴，已经争取到的纾困预算，嘛会投入12亿，推动农业版的振兴券。初步规划一个人会发250块。我们国民要有这个身份证那就可以依照我们的机制来申请来做一个消费，然后带动我们休闲产业的一个发展。农委会表示，农游券上紧伫咧6月底的实施，嘛希望进一步会当带动农产品的消费。有休闲农场的业者表示，看到振兴措施带动生意是真好，不过嘛讲，目前已经有不少业者拢真烦恼行政院推出的3倍券，真有可能互因干那会当收3倍券，无法度收现金。烦恼类似的政策推出了后，因的生意是有变较好，不过现金的压力恐惊会更较大。等于是相对的，他把这个金额、这个金钱的压力丢到我们这种业者，那对我们民宿业者来讲，其实压力很大啊。越多，等于你口袋要够深。全国有300多间休闲农场，接落来农委会会开始举办业者说明会，初步会辅导业者掠 App， 扫描消费者提供的 QR code， 每个月才阁向农委会请款。不过有业者也是保持观察的态度，因认为讲生意已经稀微几啊个月，即卖有生意来啊，无做是真无彩。不过嘛，惊讲收阁较侪人客了后，就要替政府先贴阁较侪现金，因感觉讲这有淡薄仔为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5月大水祸，也造成云林地区的土豆拢浸水啊。农委会主委陈吉中透早也去到云林会勘，经过专家的评估，土豆受损有超过20%。陈吉中也当场宣布讲，云林的土豆列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每公斤的土豆会当领24000块的补助。
来到云林最南乡这个土豆园，农民把土豆扣起来，有的土豆因为浸水翻乌，有的因为好天煞不硬。这届整体损失超过3成以上。当地农民讲，这几天一直落雨，土豆根本就无法度用机器来收成，要若要请人工是完全无够成本。咱这土豆拄得要收，落了伤久，就烂去啊啦，毋则讲即阵要收无啥够工钱啊，所以毋则来讲叫农友的这边甲阮参考一下。为着要了解云林土豆受到损害的情形，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找到早起去云林水南现场勘查。陈吉中表示，经过农改场的专家研判，因为今年闰4月种植的期间较长，加上5月份2波大雨，造成土豆的损失。找到的公告云林的土豆列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这个土豆的收成，我这一看吼，当然知影讲有超过阮的20%的一个标准，就是讲损失超过20%的时阵。就会使领这个安尼天然现金灾救助吼，所以今仔日委员安排这个现场看了，农委会今仔日就会公告，就是云林土豆的所在吼，会使1公顷领24000块。陈吉中表示，土豆园除了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包括园区整地、有机材料的补助，拢会当甲农粮署提出上悬1公顷3万块的补助申请，协助农民改善土壤。另外，嘛鼓励农民针对土豆来投保，让农民的收入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6月17日后，咱台湾是大解放。伫咧彰化新港的乐龄中心，逐礼拜拢利用无同款的运动器材，带社区的民众做伙来活动筋骨，咱也做伙来看卖。手里有一条红色的球带，脚踢咧踢咧，互规身躯的筋骨拢活动起来。疫情期间，袂当有群聚活动，大家只好乖乖伫咧厝内。即马疫情转好，总算会当大家做伙做运动。防疫措施豆豆放零，社区活动嘛渐渐解封。彰化新港乐龄中心就伫咧边境社区办活力课程。疫情这样久大家无活动筋骨啊，工作开办这课程大家安尼出来活动筋骨一下啦。真侪村民是规家口大人带囡仔做伙来上课，对热身运动开始，老师利用球带做简单的动作，放练筋骨。虽然大家是做甲大粒汗、细粒汗，不过嘛是学甲嘴笑目笑。我们会搭配一些运动器材，让长辈跟学员们得到学友。运动是一个很好玩，运动的健身养成习惯，最主要是社区的学员们能出来用晚上这个时间互相互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生活会比较有变化、有重心。饭后行百步，较好开药铺。新港乐龄中心伫暗时安排一寡课程。若是要互社区的民众身体更较勇健，嘛是提供居民一个交流互动的所在，消透大家伫咧疫情期间关伫咧厝里愁闷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有梦人生才会有希望。伫咧彰化市平和国小邀请校内300位学生，每一人伫泰鲁顶头画出家己的梦想，而看一寡泰鲁未来会搭伫学校的墙位啊，变做真特殊的纪念。囡仔兄、囡仔姐一笔一笔伫咧细地的泰鲁顶头自倒纸，甲因心内的梦想画出来。画家为什么想当画家？因为画很多漂亮的画。太空人。为什么想画太空？因为我觉得太空人很伟大。有人想要做老师，有人想要做医生，这拢是囡仔对未来的愿望。彰化市平和国小搁来推动专人教育，希望开创囡仔伫咧科学也有艺术方面的天分。即卖因为学校的图书馆要改建，学校就邀请学生囡仔做伙创作，甲因画的图搭伫咧图书馆大门口的壁面。我们遴选出300个孩子，这300个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梦想。透过绘画之后，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梦想，就会把它放在这个大的意象上面。平和国小的小朋友也替图书馆号名叫做梦想启航馆。未来图书馆门口的设计会有一台火车头伫咧中，四周围这个大囡仔画的梦想，代表梦想起飞。未来学生大汉回来学校，这也会成做一段真美好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北边50公里外，涂骹底有一座1300年的古城，原来是国际研究小组利用雷达去探测，才发现讲其中的奥妙甲历史。
保护维苏威黑沙爆发的大条的庞贝古城遗迹是历史学家想要知影古罗马帝国城镇规划的一个线索。而伫罗马北部大北湖谷的涂骹有一座罗马古城法列利诺维。最近比利时甲英国研究团队头一摆看到先进的碳地雷达技术扫描涂骹，成功画了规座城镇的地图。研究成果发表在这礼拜上新的考古期刊。By some very clever sort of computing software is a series of images at different depths below the surface, about sort of 5-10 centimetre depths. And what you can see is the whole of the Roman town plan from the sort of rubble at the surface through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buildings and down to the subsoil underneath with the sort of infrastructure all laid out in front of you. 法列利诺维在西元前241年兴建，一直到西元700年，拢是罗马帝国一部分，面积30公顷，大约是丰贝城的一半。研究团队使用地球物理学技术，用先进的 GPS 探地雷达车，像雷残相款慢慢扫过规座城市，累积非常多的资讯。经过电脑解读出高解析度的城市影像、神庙、市场、纪念碑、圆形的表演场、大小身躯场，甚至是复杂的地下供水道，拢一一出现，用验证过去对着罗马建筑城镇规划推论。One of our problems with understanding Roman cities is that we've got little bits of lots of them, but not very many complete town plans. So Pompeii, Ostia are almost complete. This gives us another one, and that enables us to see that the stereotypes that we've built up from other sites in the past aren't entirely applicable here. 研究人员对成果真欢喜，希望这项技术进一步应用到较大的所在，也佫无方便学落去，亲像是已经起了新厝，也是范围想看地下古迹。不过碳地雷达也毋是万能的，若是拄着黏土的地质，就真歹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会来到台湾过冬的大白灵犀品种，是真罕得伫台湾做收。顶个月，桃园市野鸟学会也发现讲，有10外对的大白灵犀伫台湾生鸟仔囝，这有可能是讲咱台湾的环境正在改变。大白灵犀的鸟囝一直甲头对树内底窜出来，模样是真古锥。某一个大白灵犀的幼囝已经生甲成年的照病大只。伫桃园市杨梅区这片灵犀园内底，野鸟学会观察到有10外对的大白灵犀伫遮生团，组成观察小组，逐礼拜伫遮记录大白灵犀饲囝过程。我们刚开始发现它们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窝有3只很小很小的幼鸟，还软趴趴的。可是经过这几个礼拜的观察以后，它已经长得跟它的亲鸟一模一样大了。野鸟学会表示，大白灵犀生长的速度是真紧，才1个月左右，这收3只幼鸟就已经对软心性的幼婴大甲亲鸟白大只。若是目前伫台湾对大白灵犀生团的记录，敢若伫台南的台江国家公园内底有一条完整的记录。桃园这是第2笔正式的记录，嘛是全台湾上大笔的大白灵犀生团资料。第一次在桃园发现到，那我们鸟友编组一个小组在那边守护的，也在那边做了长期的记录。那这一次的繁殖记录非常的成功，那也许未来有更多的记录点会出现。身躯顶有番石羽的大白灵犀，看起来是特别水。属于东岛鸟的大白灵犀是真罕见，留伫咧台湾做伤生团。到底是生态环境变好，也是气候变迁的关系？野鸟学会认为讲，拢个有待后续观察。但是会当确定的是，人为的干扰变少，保育的观念正在进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介绍您一个好所在，伫屏东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内面有真侪原住民接用的食物，而且也有标注着原住民语安怎称呼这种食物的。行伫屏东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内底，会使看到16族的家屋，四处位啊拢有种无同的食物，因为这寡民族食物拢是咱台湾原住民珍贵的文化。我们就用过去族人在生活上常使用的一些民族植物来做一些搭配，让整个传统建筑区能够呈现过去最真实的传统样貌。为着要让愈侪民众认捌民族食物，除了请5个食物专管人员负责照顾园区内底的食物，
佮着去各部落田野调查、收集资料，甲长老和专家学习民族食物的意义和应用。番石榴在卡纳富族的族群里面，它除了是天然的食材以外，它的叶子也常来被当作药物使用。除了可以治疗下痢，它也可以治疗头痛。台湾16州的原住民有无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原文化中心除了做中文、英文和台湾语3种语言的告示牌，未来也按算要甲田野记录出册，希望透过这寡民族食物，会使让民众愈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内涵。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敢会热翕翕，做伙来看明仔载情形。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5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TK。我来念歌咯。即马的少年家拢听 hip hop， 台湾的 hip hop 是念歌，唔对。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介绍的主题就是念歌。念歌汉字写做念歌，罗马字写做了念念。歌哇歌，念第7条，歌第1条。念歌嘛叫做念歌，是一款传统的民间艺术。伊是念歌的艺人弹乐琴，下大弓弦伴奏，家己弹家己唱，哪弹哪唱的台湾民间歌谣。念歌的艺人，民间尊称因是歌仙，亲像陆柳仙、吴天罗。杨秀卿拢是台湾真有名的歌仙。念歌咧用的曲调叫做歌调，概述上用的就是江湖调，像他拄仔唱的“我来念歌咯”，就是江湖调。念歌对歌仙入庙埕、地楼、广播电台、电视台四界流传。歌仙为着讨叹。有时会互人请去卖药啊，伫庙埕念歌，苦人客。念歌的歌词，有的人会甲写做细细本的歌册，互册店卖，伫民间流传。啊，歌册的内容百款，有劝人做好代志的劝世文，唱劝世歌，嘛有一寡古早的心魔传说，李罗车、老东海，阁有台湾的历史故事、桂花园。流传几啊百年的民间故事，像预测聊天顶、社会发生的事件等等，会使讲是台湾的文化宝库。甲念歌、唱曲加减有坎坷的小意有，袂晓下弦啊，有光线；袂晓分吹，有吞烂。意思是咧考试，人袂晓，佮爱加线，毋捌加捌，佮爱点。另外一句俗语是“功夫到厝，要食就有”，意思是讲咱人若有一把好功夫，
食清就免烦恼。是咧，各个人爱有家己的专长，后摆就有惊夭死。六念歌、歌仙、乐琴、大弓弦，袂晓下弦仔顾光线，袂晓分吹顾吞烂，功夫到厝要食就有。念歌是咱台湾真重要的文化，大家会当听念歌，实在搁较侪台湾的故事。咱今仔日的大讲一个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